喺泉州5步一寺廟，10步一神佛。一座摩尼教嘅遺址草庵寺咧，係現存世界上最完整嘅摩尼教遺址之一。我聽到話泉州有呢座寺，我都覺得好神奇。原來金庸先生小說裏邊嘅明教係真有其事嘅。唔單止係你，金庸先生04年嘅時候嚟到呢度咧都好開心。佢話草庵寺嘅存在咧，證明咗明教並唔係佢憑空想像。喺1979年，考古人員喺呢度發掘咗一個宋末元初嘅黑油碗同埋一啲碎片，碗底咧刻住明教會3個字，相信係明教徒喺度聚會時候用嘅餐具，所以可以證明當時明教喺呢度咧係好活躍。而呢一批文物咧，亦都印證咗草庵寺嘅建址時間，大約喺南宋年間。當時咧係結草為庵，之後去咗元朝嘅時候咧，先至有磚石嘅結構，而且裏邊咧仲雕刻咗摩尼光佛石像嘅像喺度。摩尼光佛依山雕刻，成個石像咧係喺天然嘅石壁上面雕刻出嚟嘅。佛像身邊光芒四射嘅花紋同埋嘅圓鵪設計咧，同明教崇拜日月係相吻合。而講開呢個佛像咧，有段古嘅喎。話說喺清朝年間咧，就禁止咗摩尼教嘅傳道，咁好多人咧就誤認咗呢一個佛像咧係釋迦牟尼佛嚟供奉。直至到咗1991年。最終確認咗呢間咧係摩尼教嘅廟宇，而背後呢個佛像咧就係現存世界上唯一一個摩尼光佛石像。呢個石像咧而家已經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為世界文化遺產嘅項目。嗱，師弟，喂，如果你想參悟下呢度有冇武功秘笈咧，後山嘅石刻可能會幫到你。好，喂，師弟呢邊喎，唔該先。哇！師，呢個就武林秘笈啊！當然啦，號令天下，誰敢不從？